来美国的共和党内要争取至2024年总统提名的，唔那川普一人。佛州的州长德桑提斯日落伫德州边界参加竞选活动的时，伊有针对非法移民提出伊的看法和政见。伊讲伊要起一条伫墨西哥边界的长围仔，而且伊讲这非法的移民若是伫美国生囝，这囡仔嘛未是美国人。啊，那即款的做法甲想法，甲川普时期做法是真相像。最近几个月非法划过美墨边境人数增加，就连中间选民也看不落去，选择向更加积极移民政策靠我。美联社的一份民调显示，每10位美国成年人中，都有6个人无赞同拜登政府处理非法移民的方式。竞争共和党2024总统提名资格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提斯日落选伫逃毒问题严重的德州边界小镇伊格尔帕斯，公布伊的竞选政见详细内容。像完成美墨边界高墙兴建，废止非法移民囝儿伫美国出生，就自动得到美国公民身份的规定，佮派遣美国部队进入墨西哥打击梅毒集团。To remove the incentives to come illegally to begin with, and that means employment, that means taxpayer-financed benefit. It also means this idea that you can come across the border 2 days later. Have a child, and somehow that's an American citizen. That was not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14th Amendment. And so we'll take action to force a clarification of that. But I think it's wrong that people would use our country for things like birth tourism. So we're 这三大政策无例外，拢是党内主要竞争对手川普主政期间所提出来。一直停留伫讨论的阶段，都是因为无啥有过关的机会，除了需要推翻法律的先例，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意，甚至也阁需要修改美国宪法。原本互叫做有脑版川普是共和党阵营替代川普的可能唯一人选的德桑提斯，想要到选前开悬加价，民调支持率一直是落后头号对手川普一大截。国家广播公司 NBC 新闻网一份上新的全国性民调显示，虽然因为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和联邦刑事起诉，川普伫共和党党内仍然占领先地位。川普6月份的支持率来到51%，比4月份的46%增加5个百分点，坐稳全党第一。德桑提斯排名第2，只有22%，比4月份的31%博9个百分点。不过 NBC 当时进行的一项拜登甲川普之间的假设性调查，民主党的拜登以49%对45%领先川普4个百分点。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